在探讨庸者与智者的区别时，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。这两者不仅在思维方式、行为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，而且在个人成长、社会角色以及对世界的认知上也展现出不同的特质。一思维方式与认知深度，智者通常具有深刻的思维能力和广阔的视野。他们善于从多角度看待问题，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。例如，智者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，能够从历史、文化、心理等多个层面进行分析，提出有深度的见解。与之相比，庸者的思维往往较为肤浅，他们更多的依赖直观的感受和表面的信息，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往往停留在表面。二对事物的态度与应对方式，智者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，通常会采取冷静、理性的态度。他们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，积极寻求解决方案，同时也能够从挫折中汲取教训，逐步提升自己的能力。庸者则可能会因挫折而产生消极情绪，倾向于抱怨或逃避，而不是主动寻求改变和改进的机会。三、学习与成长，智者具备强烈的学习欲望和自我提升的意识。他们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，接受新的观念和挑战。智者明白，个人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因此他们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探索未知领域。相反，庸者往往对学习缺乏热情，满足于现状，不愿意投入额外的努力去提升自己。四、社会角色与人际关系，智者往往在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他们的智慧和见解常常能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。他们能够有效地沟通，理解他人的需求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。智者的领导能力和洞察力使得他们能够在团队中发挥关键作用。而庸者可能缺乏这种影响力，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往往显得平庸，难以在关键时刻发挥积极的作用。五、对道德与价值观的把握，智者通常对道德和价值观有较为深刻的理解。他们在决策时会考虑到长远的影响和社会的整体利益，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短期得失。智者具备较高的伦理标准和社会责任感，他们的行为往往能够体现出高尚的品德。庸者则可能在价值观的判断上存在偏差，他们的行为往往以个人利益为中心，缺乏对社会整体的考量。六、自我认识与自我超越，智者对自我有较为清晰的认识，他们知道自己的长处与短处，并愿意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自我超越。他们接受自我的不完美，并以此为基础去不断完善自己。庸者往往缺乏这种自我反省的能力，对自我的认识可能是片面的，容易固步自封。总的来说，智者与庸者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上，还表现在面对挑战的态度、对学习的热情、社会角色的发挥以及道德价值观的把握上。智者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提升，能够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并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。庸者则可能因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不足，导致生活和工作中常常陷入困境。理解这两者的区别，有助于我们在个人成长和社会交往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，向智者的方向努力。